说这叶凡还是人吗？这力气大得跟牲口一样。都他妈停下，别干了！请问爷有何贵干的？你们欠老子一笔款，从今天开始，这里由我们接手。识相的话，放下手里的活，滚！哎呦，叶凡，你他妈没听见吗？瞎了你的狗眼！这位可是……你砸坏了我送给我女儿的礼物，狗东西！那你想怎样？难不成你想打我？给我上！把腿给我打断！没事。我可是周爷的手下，再不放开，周爷是不会放过你的。签约商会的管理者周爷，这号称水中蛟的周凌坤，叶凡，住手！放开他！周凌坤，我给你5分钟，赶紧滚到西郊的工地来见我。5分钟到不了，你就等着被沉江吧。就凭你，还让周爷来见你，还敢羞辱周爷？给我上！都给我住手！都给我住手！你好大的胆子！广赏周凌坤拜见尊主。我们乾元商会是什么地痞流氓吗？如果你再管不好自己手下人的话，你跟你的周家都没有存在的必要了。是，都起来吧。我不是交代过吗？别来烦我。尊主，您结婚5年来从未返回乾元商会，属下想请您回归主持大局。既然如此，说说吧，我交代给你的事儿办得怎么样？5年来，我们暗中扶持您夫人的苏氏集团，资产破10亿。今天晚上，乾元商会更是会给苏氏集团签下一份天价订单合同。到时候，您夫人苏晴韵将会一跃成为华夏最有实力的商界女王。5年前，她救我一命，还与我结婚，生下1女。为了不让她有压力，我一直以普通人的身份和她相处。现在，她马上功成名就，也是时候告诉她我真正的身份了。我还要赶去给我女儿过生日呢，你们先走，这儿不是谈事的地方。等我给念念过完生日，即刻回归。是。恭送尊主，恭送尊主。到了，念念，你看，妈妈就在上面谈生意呢。妈妈谈完生意就陪你过生日，好不好？乖。爸爸看，妈妈出来了。是吗？爸爸，那个搂着妈妈的叔叔是谁呀？念念乖，先跟爸爸回家。那妈妈呢？妈妈现在在谈工作，先回家啊。走。叶凡，念念乖啊，在这里等爸爸，别动。叶凡，你怎么在这儿？怎么，我来的不是时候吧？你胡说什么呢？我胡说？那你告诉我，你刚刚跟那个男人在干什么？我有必要跟你解释吗？而且生意上的事情，说了你也听不懂。生意？我今天要是不来的话，你们一会儿生意就谈到床上去了是吧？你放肆！哎，他们说什么？住手！叶凡，你知道顾少背后有多少势力吗？你这样做想害死苏家吗？顾家，离婚协议赶紧签了，从今天开始，我再也不想看见你。念念，走。爸爸，别出来！清韵，恭喜你啊，终于摆脱了一直以来的枷锁。那我们今天晚上要不要去吃个饭庆祝一下？顾少，我们2个只是合作关系，吃饭就不必了。还有这个礼物，还给你。今天是我女儿念念的生日，我还是跟她回去过吧。尊主，京都林家3小姐求见。没时间。叶先生，我真的很崇拜你，能不能给个机会，我们吃个饭谈一谈？
我刚说了，没时间。林小姐，我们走吧。叶先生，我迟早要把你拿下。伯母，这儿呢是500万的彩礼，这个呢是周会长的联系方式。这样的话呢，晴韵就能和钱源商会搭上关系。我呀，一定把叶凡那个废物赶出门，好让晴韵呀早点嫁给顾少。哎，伯母，有个事儿我跟你说一下。虽然啊，我在晴韵面前表现得很喜欢他们母女俩，但是啊，我喜欢的是晴韵，我可没说让晴韵带着这个拖油瓶嫁到我们顾家。顾少的意思是把她卖了。她是叶凡那废物的女儿，只要有她在，叶凡那废物就能找到任何的理由来纠缠晴韵。我怎么可能这样把晴韵娶到我们顾家？你说是吧？要是真把叶念念给卖了，我怕晴韵她接受不了。这毕竟她对念念是极为看重的。伯母，把这小畜生往国外一卖，晴韵时间长了看不见，迟早回心转意了。你说是吧？小杂种，你呀就去萝莉岛好好过吧。你干什么？你干什么？爸爸，念念，爸爸，你终于回来了，念念好想你。没事，有我在。叶凡，你不是已经和我女儿离婚了吗？怎么还敢来我苏家？我今天要是不回来的话，念念是不是就被你们卖了？放肆！谁给你的胆子，敢跟老娘大吼大叫？你以为你这个废物回来就能护得住你这女儿？今天我就告诉你，你这个废物，谁他妈都护不住。杀了你！叶凡，你是不是疯了呀？见谁都咬，你到底要干嘛？我干嘛？你问问他们，我要是晚回来一步，念念就被他们卖了。顾天宇，叶凡说的是真的吗？叶凡，你怎么这么会血口喷人啊？晴韵，我这么喜欢你，爱屋及乌，对不对？而且我给念念买的玩具都价值10好几万，我前脚给她买东西，后脚给她卖了，我这不有病吗？真是个人渣！我杀了你！我，晴韵，我告诉你，他就是因为跟你离婚，他疯了，他恨我入骨，用念念来要挟我，是吧，伯母？对，没错。我刚才呀和顾少正在陪念念玩呢，叶凡这个废物二话不说冲进来就胡说八道，幸亏你呀回来的及时。叶凡，你混账！苏清月，你信他们的话，都不相信我的话吗？我拿什么信你？凭你整天无所事事，混了半天就混了一个民工。离婚协议呢？签字了没？好啊，别后悔！垃圾东西，一个底层民工还想让我女儿后悔？晴韵啊，马上就要跟钱源商会签下天价合同，到时候她就会成为最有成就的女总裁。反观你呢，平时啊搬搬砖，吃吃软饭，你们俩的身价根本就不在一块儿。就是你呀，就别再抱有幻想了。天差地别，的确，钱源商会能跟你签订单，完全是因为受了我的指令。你怎么不说钱源商会就是你的呢？没错，钱源商会就是我的。好了，我说实话，能搭上钱源商会，全是通过我的关系。靠你啊！够了，别再胡搅蛮缠丢脸了，赶紧把离婚协议签了，滚出去！我这辈子都不要再见到你，我这辈子都不要再见到你。
行。念念，走。要干嘛？离婚协议我已经签了，我要带念念走。你们谁敢拦一下试试？哦，对了，苏清月，你跟顾天宇搞暧昧，不就是为了前缘商会的订单吗？我很期待你愿望落空的表情。哼，念念，我们走。哼，一个死民工还当自己是前缘商会的老板啊！女儿，别理这个底层的贱货，和他离婚之后啊，日后你在商界可就是青云之上，而他除了说几句酸话，连仰望你的资格都没有。我这样做真的对吗？恭迎尊主归归。尊主，念念小姐按照您的吩咐，已经安排最好的保姆照顾。这5年辛苦你们了。最近商会的情况怎么样？这5年以来，各大豪门得以喘息，有所起势。不过，国内总体经济状况还在商会控制下。做得不错。周会长，我听说最近苏晴云和顾天宇在跟你接触。是，顾天宇一直想拿出1半的家产认识属下，但是属下没有时间见他，暂未回应。而且这次合同是由属下负责。尊主，您看这合同还要不要签？苏家配不上尊主的好心。不用，我今天会亲自参加晚宴，倒要看看，到时候他们是什么表情。是。苏晴韵、顾天宇，当你们知道自己苦苦巴结的前缘商会会长只是我的手下时，又会作何感想？这里就是前缘商会的晚宴吗？等过了今天，我便能彻底进入顶尖企业了。放心，目前现在已经确定了，天价合同内定的就是你。叶凡，你怎么来这儿了？我知道了，你让晴韵扫地出门之后，跑这儿来傍富婆来了吧？还挺下血本的，租着豪车，租着西装，没少花你搬砖钱吧？关你什么事儿？让开！叶凡，你跟我离婚以后也应该要自爱自强啊！你怎么跑这来吃软饭了？苏总，我们已经离婚了，我的事儿用不着你管。叶凡，你他妈！我说了，好狗不挡道。叶凡，这里是前缘商会的慈善晚宴，你不应该来。这个地方只有我不该来啊，苏晴月，我在你心里到底是有多低贱？我说的难道有错吗？顾少是豪门贵子，他爸爸也即将攀上前缘商会，而你呢，区区一个民工，你让我拿什么看得起你？无知可笑！既然如此，拭目以待吧。起开！妈的，老子我今儿弄死他！顾少，晴韵，我没来迟吧？刚才路上太堵了。哎，顾少，你的脸怎么了？咱们先进去吧，别走边说。岂有此理！那个废物居然敢打顾少，我要是看见他，绝饶不了他。他在那儿。你干什么？谁让你打我女儿的新男人？这男人可真够小心眼儿的，在这儿丢人现眼。前缘商会的慈善晚宴可是高端晚宴，怎么放这样的人进来？听听，叶凡，你这种货色、下贱、卑鄙，就该和你那个野种女儿一起滚到工地里待着去。野种？念念怎么说也是你的亲外孙女儿，你怎么能这样说她？我骂她怎么了？谁让她的身上流着你这个废物的血？野种，野种，野种！啊！住手！叶凡，你为什么要动手打我妈？我为什么打她？你听她刚刚说了什么？我妈说了什么，你都不应该动手打她。叶凡，你故意在这里捣乱，是想毁了我多年的心血吗？你以为你毁了我，就可以挽回我？不可能！请你现在
立马给我妈道歉！合同就对你这么重要吗？比你女儿还重要？哎呦，这么居心叵测的人渣呀！幸好你和晴月早就离婚了，还跟这个废物废什么话？把他给我赶出去！妈，你没事吧？反了！姓叶的，你敢泼我酒！叶凡，你闹够了没有？你非要把事情搅黄，你才甘心吗？苏晴月，事到如今，我可以明白的告诉你，前缘商会永远不会跟你合作。我说的。哎，叶凡，你这口气是真大，这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是前缘商会的广省会长周林坤呢。我的确不是周林坤，但是周林坤在我面前也得俯首称臣。一个苏家的废物前婿也敢在这胡言乱语，简直找死！够了，叶凡，你要做白日梦，你自己回家做去。现在立刻离开这里，我不想再看到你。不知死活的东西，敢对周爷不敬！现在给你个机会，跪下道歉！就凭你们也敢让我下跪？你们不配！宋家卓越集团和我李家康明集团都没有资格，你以为你算什么东西？那再加上我呢？广省皇家凯皇集团，还有我广省卧龙集团，不够。这可是广省4家最顶尖的集团，随随便便一句话就可以让你跪下道歉，你还敢放肆？现在赶紧道歉！我刚刚已经说了，他们不配。叶凡，我告诉你，你现在引起了众怒，你要是不跪下道歉的话，老子我让你生不如死！还有你们顾家又是什么东西？叶凡啊，你这口气是真大。我告诉你，我顾家现在依附在前缘商会，而我更是和那位天才会长称兄道弟。你敢不敢把你刚才那话再跟老子我说一遍？称兄道弟，就凭你怎么不自己撒泡尿照照自己是什么东西？叶凡，你他妈找死！这小子这么敢得罪顾少，简直活够了。没错，如若这次顾家能攀附上前缘商会，日后便可在整个广省所向披靡，无人可挡，远非这种废物可比。我针对的不是他一个人，而是说在场的各位都是垃圾。哼！我操！哎呀，叶凡，我是真佩服你的勇气。你居然敢跟广省所有顶级的集团作对！好，老子我今天倒要看看你这嘴到底有多硬！来人，把他给我宰了！叶凡，你自己找死，别连累念念。念念呢？把他还给我！凭什么？就凭你养不好他。念念只有跟着我，才能把日子过好。我养不好他？念念从出生到现在，你什么时候照顾过他？从小到大，饭我做的，家长会我去开的，所有的衣服都是我在工地赚钱给他买的。他生病，是我背着他去的医院。当时你又在干什么？够了，你说的这些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这能干什么？念念需要的是贵族般的生活，衣食无忧般的日子。你呢，什么都给不了。谁说他给不了？鼠目寸光之辈，你们可知他是何人？这边告知一下苏总，念念小姐已经被送到贵族学校，明天就可以入学。你能给的，叶先生只会给的更多更好。你是谁？这还用问吗？这一看啊，就是叶凡这废物新傍的富婆吧？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把话给我咽回去。美女，何必生气？你说你长得有几分姿色，为什么要跟着这个叶凡这个废物？他要钱没钱，要能力没能力，你为什么要替他出头？啊！你敢打我？叶凡，你太过分了！我们两个之间的恩怨，你为什么要牵扯到顾少？怎么打你的姘头，你心疼了？你没想到苏总不仅心狭，还眼盲。首先，刚刚是我打了顾天宇，和叶先生没关系。其次，就算是叶先生打的，又如何呢？既然你这么自以为是，那不如我们打个赌吧。赌什么？就赌你5分钟之内会对叶先生的印象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如果我输了，我怎么打的顾天宇，你就怎么打回来。
如果我赢了，你就当众给叶先生道歉。好，我赌了。如果我赢了，念念也要归我。你赢不了，你赢不了。晴月，你马上就要跟乾元商会签约了，再跟这个疯子继续纠缠下去，恐怕会影响你的大事。大事？是天价订单合同吗？你最好知道我在这个项目上花费了多少心血，你再闹下去只会是死路一条，甚至还会牵连到念念。没错，重要到你连女儿都可以不在乎，你永远不知道你放弃的是什么。我倒要看看。我的命，谁能夺走？真是胆大妄为，就连周会长的签约晚宴也敢来捣乱，知不知道周会长背后的乾元商会能量有多大？就连京都家族和权势世家也都招惹不起，这座尊龙椅更是除了周会长无人可坐。你怎么知道我不敢招惹周凌坤？放肆！你胆敢直呼周会长尊姓大名，还敢对其不敬，我看你就是找死！没错，我今天就是找死。你们在座的所有人能拿我怎么样呢？胆大妄为，目中无人！来人！哎呀，大家不用着急，一个滑稽的跳梁小丑罢了，都用不着我们动手。一会儿等周会长来了，我看他还能装到什么时候。美女，我看你长得倒是不错，本少爷我再给你一次机会，赶紧弃舍他这个废物，老子我还能饶你一命。跳梁小丑说的是你这种人吧？真龙就坐在上面，你还敢肆意诋毁，简直找死！你还真是个恋爱脑，他说什么你都信。我告诉你，他只是让苏家赶出去以后一无所有，用这种泼皮的手段在这装傻充愣，为了引起大家的注意，目的就是要毁掉苏家签订的合同，让我们情运回心转意罢了。哼，一张嘴就是满口谎话，你不做营销真是太可惜。这就是你的目的吗？所以你把我的事情搅黄，对你有什么好处？对念念有什么好处？你做的所有事都只是为了自己，别拿念念说事。念念我会照顾好的，你们就不用管了。你就是个忘恩负义的白眼狼！我们苏家再怎么说也养了你个废物5年时间，你就是这么报答的？就算你记恨我们，但念念是你闺女儿，你非要把她逼上绝路，你才满意吗？养了我5年，如果不是我的话，你们苏家能成为现在这样吗？念念，我肯定是不会还的，你们也不用再去想了，我会好好的照顾她。如果真的给你们，说不定真会被你们送到萝莉岛上去。叶凡，你闹够了没有？你如此泼皮无赖，得罪了这么多豪门，没人能够帮得了你了。而我会带着念念和你划清界限，免遭牵连。我能做的只有这么多，只为保住念念，希望你好自为之。念念是我的女儿，谁都别想夺走她。哼，死到临头还敢嘴硬！你个废物，知道苏家现在保不住你，竟然选择硬汉各大顶级集团，你的所作所为愚不可及呀！给你留的时间不多了，周凌坤马上就到，你珍惜珍惜最后蹦跶的时间吧。你这大话真是张嘴就来，就凭你这个废物，还想指挥周会长？我告诉你啊，我给你的时间不多了，到头了。诸位，今晚我顾家歃血为誓，也邀请各位顶级集团同我一同封杀此狂妄之徒，让其不得翻身。此次胆大妄为，所做之事更是狂妄无边。我李家康明集团答应与广省顾家封杀此人，此事当然少不了我广省皇家凯皇集团、卧龙集团。小子，你不懂礼数，做人狂妄无边，引得世人众怒，活该落此下场。没想到一个小小的苏家废墟，竟然引得全体集团的震怒，果然是自作孽不可活。我等愿意一同制裁，一同制裁。3、叶凡，你还不明白吗？你到底干了什么蠢事啊？ 2、
死到临头了还口出狂言！我告诉你，本少爷想弄死，就算周会长他来了也没有用。周会长到。恭迎周会长。叶凡，事情已经到了无法挽回的地步了，周会长已经到了，你还不知道错吗？如果你现在认错，说不定你还有活命机会。我为什么要道歉？再说，我何错之有？叶凡，你到底在装什么装啊？周会长，此子在晚宴上目中无人，嚣张跋扈，竟然擅自玷污了给您准备的尊上龙椅。我等联合一起封杀此子！周林坤，过来。叶凡，你是个什么废物，竟敢直呼周会长大名？你是不是找死？你们找死！你们竟敢制裁叶先生！周林坤拜见叶先生。周会长，这叶凡就是个废物，您为何对他如此恭敬？叶先生，我等来迟，还望恕罪。来的是有点迟啊，你要是再早来一些，就能看到在场的顶级集团们一起歃血盟誓，要封杀我，多猖狂！他们敢？你们好大的威风，还敢制裁叶先生！今天我倒要看看，谁有这么大的胆子！周会长，你是不是搞错了？这个废物就是让苏家踢出去的，他就是一农民工，他何德何能让您对他如此恭敬？哎呦！在叶先生面前放肆，简直找死！你要是对叶先生恭敬，你们顾家本可以平步青云，可是你选了最错的路。怎么会这样？要记住，就是因为你的一念之差，整个顾家都葬送在你的手里。今日顾家敢对叶先生不敬，代价就是整个顾家灭。周会长，我顾家一直对您忠心耿耿，你不能这么对我，你原谅我。你仗着顾家的身份，目中无人，不把我放在眼里，甚至联合这么多集团联合封杀抵制我，好威风啊！现在怎么又在求饶呢？你简直找死啊！我本来可是巴结上了清源商会，怎么变成这样？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把他带出去。带走。你明明能一早说出来，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我一早就告诉你，你信吗？我说你们苏家的一切都是我给的，你不信。我说周林坤没有办法惹我，你也不信。我说这些集团根本没有资格动我，你还是不信。等现在这个事实发生了，你居然怪我不告诉你。叶凡，你隐瞒这么多年，就是为了借这个机会来羞辱我女儿，你到底是人吗？强词夺理，你敢打我？叶凡，你没有必要过来羞辱我跟我妈。即便周爷看中你，但跟我苏家走到现在和你有什么关系？都是我自己靠努力换来的。苏小姐，你一个没有名气的人，短短的5年内就能打拼出如此成就，你以为是靠你自己吗？如果没有叶先生暗中支持，你们苏家早被各大集团吞噬的什么都不剩了。现在哪有资格站在这里？苏家当年风雨飘摇，广省根本没有立足之地。你性格要强，我怕你在挫折中一蹶不振，暗中助你。没想到你为了成为富商巨贾，把感情和女儿狠狠踩上，真是可笑。我没有。还在狡辩什么？你的所作所为哪一点不证明这一切？我现在告诉你，你所追求的一切，我压根不在乎。从此以后，你过你的独木桥，我过我的阳关道，我们再无瓜葛。对了，至于你们，歃血为誓要封杀我的，可以开始了。这一切都是我们搞错了，都是苏家和顾家作妖，我们也只是被利用了，根本没想法弄这些事情。
都怪我们没有把事情搞清楚，就得罪了叶先生，实属不该。我们在这儿跟叶先生道歉。我等愿意拿出诚意来向叶先生赔礼道歉，不管叶先生提出任何条件，我等都不会拒绝。还望海涵，还望叶先生原谅。哦，原来你们都是被利用的。但是我刚刚看你们歃血为盟要封杀我的时候，好像真是要把我生吞活剥一样。这样吧，我也给你们一次选择，你们只要封杀自己，我就原谅你们了。叶先生真会设想，不如我将此处酒店全买下，送给叶先生赔礼道歉。此事到此为止。叶先生，我等商量了一下，愿购买下临近3条街，交于叶先生之手，不知您是否消气？我说的是让你们自己封杀自己，怎么不愿意啊？叶先生误会了，我们自然不敢有意见，但我们还是想用家产，哪怕是集团的股份，来换取叶先生的原谅。这种话我不说第3遍，给你们最后一次机会。叶先生这就过分了，我们敬你才给你一份面子，真要惹怒我们广省这么多顶级豪门，我们联合在一起，谁能动得了？你在说什么？你知道叶先生是谁吗？周会长，我们敬您，给您面子，可我们并不在意他是谁，非要把我们逼急了，那也别怪我们。二位说的没错，既然不想善终，那就尽管来世，看我等接不接得住。尽管来世。好啊，那我就让你们好好见识见识死字怎么写。在座的所有人，每一个都算上，他们包括他们的家族，都在广省除名。我等集团在广省鼎盛多年，始终屹立不倒，岂是他人一句狂妄之言就可湮灭？现在我们这么多人联合，何惧他人？你们简直找死！敢在叶先生面前口出狂言，都给我拿下！周会长，你竟然为了那小子得罪我们整个广省顶层集团，哪怕是京都权贵家族，也不能跟叶先生比。我等甚至可以代表整个广省，他有什么势力让我等低头？他凭什么？不好了，家主，我们公司受到空前打击，全盘皆输，已经破产。你们都问凭什么？就凭我是京都林家3小姐林清瑶，够吗？叶先生是我倾慕已久的对象，日后更是我林家的龙婿，这些够吗？我就说这个白眼狼一直以来没安什么好心，原来早就吃上软饭了。林清瑶，京都权贵世家的林家3小姐，更是顶级财阀集团，在整个华夏都是名列头筹的存在。这样说，难怪这小子如此嚣张跋扈，怪不得周会长如此力保这小子，原来是乘上了林家这艘快船。叶先生，都怪我瞎了眼，只求您原谅。我康民集团已然破产，只求你留我一条活路。我都只求一条生路。行，我原谅你们。那个青瑶啊，我觉得我们有些问题也得好好聊一聊。当然，叶先生，我们可以换个环境，这里闲杂人等太多啊。是啊，是啊，那去我办公室吧。站住！做什么呀，苏总？你今天晚上之所以那么硬气，仰仗的是他的势力，这跟你有关系吗？你个狼心狗肺的东西，口口声声的说对我女儿好，可你呢？一开始就找好了下家，和别人狼狈为奸，一对狗男女。啊！你个狐狸精，你还敢打我？你算什么东西？我堂堂林家3小姐也是你能辱骂的。再敢多说一句，我不介意让你们苏家也破产。叶凡，我之前一直以为你是凭借你自己的能力傲视群雄，让一众人对你拜服，可结果你是仰仗一个女生，你真让我对你感到可惜。说完了吗？说完我走了。你要不要听一听你在说什么？如果你知道他的身份，一个吃软饭的人能有什么本事？不可理喻。我
京都三小姐，身份权势都是远非你能比的。就是这样，我都要仰视这个男人。等你们知道真相的时候，才会知道自己有多可怜。你狐狸精，简直胡搅蛮缠！与其在这里抱怨，不如好好提升自己。我现在与京都林家的实力虽然相差甚远，但总有一天，我会凭借自己超越他们。喂，李总，哎，我这里有一批订单，您之前不是说想要吗？是这样，喂，李总，喂，王总，哎，对，我是小苏啊，您之前不是说要跟我们公司合作吗？是这样的，我这里有几个办法啊，什么？你已经跟别的公司合作了？乖女儿，情况很严重吗？最多1个月，1个月之内要是拿不出钱，我们公司即将面临破产。啊，这么严重？那苏家岂不是完蛋了？都怪叶凡那个废物，我绝不会饶了他。叶凡已经是过去式了，现在紧要关头是找到不会让苏家资金链短缺的办法。我能找到，我一定能找到。叶凡，我一定会让你看到，我苏晴月不是靠你才有的今天。喂，郑总。小兰，你差我那100万的赌债都拖1个月了，该还了吧？哎呀，郑总，您这再宽限我2天吧，我一定呀。他妈废话，我最多再给你1天的时间，1天之内你要是还不清那100万，老子就把你拆成零件。别，郑总，我有个女儿，你知道吧？本市第1大美女，我要把她送给你，能抵债吧？赵兰，你他妈真够畜生了，连自己女儿你都卖。她公司都破产了，留着她也给我过不上好日子，还不如把她卖了。我这次我要300万。行，只要你能把你女儿送到我床上，那100万的赌债就清了。另外，我再多给你200万。好，郑总，你就等着我好消息吧。郑总，你有人家还不够吗？还要花300万买个女人？哎，你懂什么？那可是苏晴月，本市第1大美女，而且还是个极品少妇啊！等我把她拿下，你们2个好好的伺候我啊！方总，哎，咱们的订单。晴月还没找到办法。前元商会的势力太大了，大家一听说我得罪的是前元商会，都不肯跟我合作了。要不你试试贷款？贷款？是啊，我认识放贷的郑东磊，有他在，多少贷款都能贷下来，这下公司危机就能解除了。郑东磊，那不是放高利贷的吗？不行，绝对不行。那你现在还有什么办法吗？难道你想让叶凡那个废物嘲笑你吗？哎呀，快走吧，郑总还在等你呢，快！哎，行了，你不说让我见一个人吗？人呢？就在前面呢。你好，郑总。苏总，哎呀，苏总真是大美女呀，真是闻名不如见面呐！哎，坐，别客气啊！苏总啊，谢谢郑总。我听小林说你想找我贷点款是吧？是啊，最近公司的资金链出现了问题，所以想请郑总借钱缓解一下。借钱没问题，只是啊，这个利息的事情咱们好商量，可以谈的。那就好说。我呢还有一个小小的要求啊。哎呦，我肚子有点疼。晴月啊，
你陪郑总多闲聊几句啊，我去上个厕所啊，你们聊着啊。不知道郑总还有什么要求？其实呢，也没什么事儿。我爸一直都很仰慕苏小姐，我就想这个苏小姐愿意做我的女朋友。不好意思啊，郑总，我目前还没有交男朋友的打算。没事儿，就是这么一说。来，咱们继续喝酒，边喝边聊啊。啊，苏总，你怎么了？不好意思，哎呦，我有点不胜酒力。那苏总，来到沙发上休息休息，坐好休息休息。苏总，终于搞到手了，哎呀，真白，哎呦，臭娘们儿，都喝了那么多的酒，还这么大的劲儿！放开！住手！放开我！怎么了，叶先生？住手！哎呀，你他妈的，你敢打我是吧？哎呦，来人呐！哎呦，救命啊！救命啊！打人了！打人了！叶凡，你好大的胆子，连郑总都敢打，赶紧跪下，给郑总道歉。我要是不来的话，你的女儿早就被吃干抹净了，你还指责我？我们的事关你屁事，你给我滚！哼，这样啊，原来是你默认这个人渣来侵犯你的女儿，你可真是苏晴韵的好母亲。怎么会这样？叶凡，你怎么在这儿？你妈把你卖了，让这个男人睡你，以后多长点心眼吧。你放屁！哎呀，女儿啊，这种拙劣的谎言，狗都不信。你可是我亲生的，我怎么会害你呀？没错，刚才我们喝醉了，我出去方便的时候，他偷偷跑进包厢，看你躺在这里，阿玉对你行为不轨，后来被我识破了，他就恼羞成怒，他要打我。叶凡，你死心不改，到现在还想着报复情韵，我女儿已经被你害得够惨了，到底还想怎样？你这回还是信他们，不信我是吧？不然呢？难道你要让我觉得一个生我养我的亲妈会害我吗？叶凡，没想到你越来越不可救药了。好啊，苏晴韵，你可真是让我大开眼界。叶凡，我知道我跟你离婚对你打击很大，你心里有怨言是很正常的，但你不应该这么做，你更不应该动手去打郑总。郑总是什么身份？你又是什么身份？赶紧跪下，给郑总道歉。让我看看，是谁让叶先生跪下的？是谁让叶先生跪下的？不想活了？叶凡，你能不能不要总是站在女人的身后耀武扬威的？哼，贱女人，只知道捡我们的破烂货。敢对林家三小姐不敬，你想死是不是？三小姐，我跟这个人一点关系都没有。刚才就是你对叶先生不敬的。叶先生，叶先生，林小姐，我狗眼看人低，我有眼不识泰山，我该死，我该死，我该死！我求求你们，大人大量饶了我吧！怎么，现在知道怕了？是，三小姐，只要你答应放过我，你让我干什么都行。好了，你老实说，刚才的事是不是你做的？是，刚才的事是我做的，是我见色起意，我不是人，我不是人。郑总，你这是什么意思啊？你妈，她差我钱，她把你卖给了我，连那个药都是你妈给我准备好的，她让我伤了你。妈，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你是我亲妈吗？幸好我们叶先生及时到来救了你，要不然你就被……叶凡，我误会你了。叶凡，我误会你了。用不着，苏晴韵，我根本就不在乎。郑东磊，想活命吗？想，我想活命。很好，
从现在开始，关于苏家的业务，你1毛钱都不要带给他们。好，我一定听三小姐吩咐。不要，苏小姐，我真的很佩服你的眼光。像叶先生这么高贵的身份，竟然为了这么一丁点的利益就放弃了，真是可笑。那既然你不要，就别怪本小姐，不客气了。林清瑶，别说了，我们走。三小姐慢走。郑总，打住！苏总，不是我不愿意帮你们，林小姐已经吩咐了。从今以后，咱们大路朝天，各走一边啊！那个贷款的事情，你再想想别的办法，你找别的公司啊！我走了。不，怎么会这样呢？女儿啊，不是你想的那样的。别说了，你做的是一个亲妈应该做的事吗？如果不是因为你，我也不会误会叶凡。你什么意思啊？你以为我想去见那个高利贷呀？还不是因为你老是拖着不跟那个废物离婚导致的吗？你要是早点跟他离婚了，给我调一个金龟婿，我会去见那个高利贷吗？我生你养你20多年，我容易吗？我就活该受苦吗？你不会后悔和那个废物离婚了吧？你自己看看，你们才离婚几天呢？啊，他就傍上了那个富婆，这种渣男还值得让你后悔吗？离开那个富婆，她就是个狗屎。还有那个林清瑶，她就是一个贱女人。够了，你别再说了。你如果现在说的话让林小姐听到，咱们苏家会彻底完蛋。我死也不会后悔跟叶凡离婚的。我苏晴月离开叶凡，依然能走向世界之巅。老婆，晴月，你们怎么在这儿？我有个好消息告诉你们，叶凡呢？哎呀，别提他了，他呀被晴月赶出家门了。你和叶凡离婚了？几天前刚离的。哎，做得好，晴月。叶凡那个废物，我早就看他不顺眼了，每天除了搬砖就是混吃等死，哪点配得上我女儿？哎，老公，你刚才说的什么好消息啊？前几天我去赌场玩，遇到了一个大人物，刚刚送走的那位就是。大人物？谁啊？林家二少爷林宏远。您说的林家是7大世家之一的林家？除了他还能有谁？哎呦，我把你的照片给林少看了，林家很是心动，说要娶你。什么？爸，你怎么随随便便把我的照片给外人看？爸，这也不是为了你好吗？叶凡的废物哪点比得上林少？晴月，你爸说的没错，只要咱们攀上了林家，那我们苏家的危机就即刻瓦解了。而且呀，你以后就是林家少奶奶了。就算那个叶凡勾搭上了林小姐，我们也不用怕他。妈，我要靠的是我自己。哎，叶凡怎么也和林家牵扯上了？哎呀，老公，你可不知道，自从晴韵把叶凡赶出去以后，那个叶凡怀恨在心，仗着他被林家的小姐包养，破坏了我们的生意，害得我们苏家朝不保夕。还有这种事啊？晴月，是这样的。好你个废物，敢欺负到老子头上！等我女儿嫁入了林家，看我不收拾你！哥，我把叶先生请来了。林家林天恒见过尊主。起来吧。谢尊主。费这么大的功夫把我叫过来，肯定是有事相求。说吧，什么事儿？说吧，什么事儿？我想请尊主出手对付谢家，救我们一家于危难之中。谢家就是号称中夏第一财阀的谢家吗？不错。谢家一直野心勃勃，一直想吞并中夏所有的顶尖世家，而林家是这几大顶尖世家当中实力最弱的，所以他们就想趁我父亲病重的时候对林家动手。对付谢家轻而易举，可我凭什么帮你们？只要尊主愿意帮助我们对付谢家，林家对尊主马首是瞻。不够。我林清瑶愿意为叶先生为奴为婢。你觉得我缺女人吗？叶先生，我不求您能亲自出手对付谢家，只求您能救救我父亲。
现在医生说他情况紧急，随时都有可能撑不住。而您不仅是商业奇才，更是医术高超，只有您才能救活他呀。原来是这样。尊主，当年你被害的事情有线索了。说，但是无法。通过您体内的暗器调查，这批暗器生产地在中夏，所以我怀疑杀您的人也在中夏。中夏，还有没有进一步的线索？暂时还没有，还需调查才可以找到凶手。看来这个事情远没有那么简单。你先下去吧。是。你们也准备一下，我随后就到。什么？傻哥哥，叶先生这是答应了。谢尊主，今天恰好我们林家举办宴会，定然会好好准备，款待尊主。顺手的事而已。我先走了。尊主，林家到了。我自己去就行了，先忙你的事吧。哎呦，你没长眼睛啊！叶凡，你怎么在这儿？这不是富人区吗？这个用不着你们管了。你以为我们不知道？你就是跟踪我们，想偷偷参加林家举办的宴会，好以此来追回林家三小姐。我跟踪你们？你们是不是太看得起自己了？你肯定是因为被秦月甩了，所以怀恨在心，想跟着过来报复。我告诉你，门儿都没有。我报复你们？你们配吗？不让！你到底要干什么呀？我要你在这等着，等我们走远了你才能走，不然你跟在我们屁股后面，又故意给我们找麻烦怎么办？说的没错，简直是无理取闹。妈，你没事吧？来人呐！有人打人了！回这儿啊！他打人！我打人？你挡我道，我推你一下你就倒了，要不要点脸？小子，跟我们走一趟吧。我要是不，那就别怪弟兄们几个对你动手了啊！我看谁敢对他动手！林小姐，你算什么东西，也敢对叶先生动手？还想不想干了？叶先生，林小姐，误会都是误会。我要是知道您和叶先生的关系，您就算给我10个胆，我也不敢对他动手呀。哼，滚！叶先生，到底是什么情况？哦，没什么，就是我碰到了前妻一家，他们以为我在跟踪他，不让我进去。是这样吗？是又怎么样？这是我们的家事，还轮不到你个外人来插手。你却敢打我！你冷静点儿。她是林家三小姐林清瑶，我们惹不起的。林家三小姐，本小姐今天高兴，就不跟你们计较了。叶先生，我们走。林家三小姐有什么了不起？等我女儿嫁入林家，有你好受。爸，你别说了，咱们进去吧。林少来了，苏叔辛苦你们了。不辛苦不辛苦，这是我女儿晴云。苏小姐，你好。你好。苏叔，你脸怎么了？林少，你来的正好，刚才我老公的脸呀，被一个废物给打了。什么？谁敢在这儿动本少的人？什么？谁敢在这儿动本少的人？还能有谁？就是我女儿的前夫叶凡那个王八蛋。是他？他还敢来中夏？你们难道没有跟他报我的名字吗？报了，可他身边有您妹妹林清瑶，我们又不敢把她怎么样。清瑶？
他们两个怎么会在一起？这个我们也不知道。没事儿，到时候林家的晚宴会有一位大人物降临，林清瑶肯定会带着那个废物来现场，届时我会亲自为你们讨回公道。那太谢谢林少了。哥，叶先生到了。尊主，您总算来了，您赶紧看看我父亲的病。稍安勿躁。他的这个病，应该已经有1年了吧？是的，这1年我们寻遍了名医，但是都无一人可以治好父亲的病。据说尊主您不仅商业能力非凡，而且一无两绝，这不才不得不邀请您来的。他这个病比较特殊，即使我治好他，估计也活不过1个月。叶先生，求您一定要救救我爸，我们林家不能没有他，我爸一旦走了，整个林家将永无宁日。你快起来！我没有说不治他。尊主，那我们应该怎么做？如果想完全治好林震的话，需要一颗百草丹。百草丹，我记得只有一皇、岳云鹤那有。可岳云鹤早已云游四海，我们上哪儿找他呀？陆林，限你1天时间，找到一皇岳云鹤，把他带到中夏林家来见我。哥，爸有救了。尊主，我自作主张设置了一场接风宴，您看今晚是否有空，与我们一同前去？哥，你怎么不早跟我说？叶先生有重要的事情在身，不能太过张扬。无妨，你们只要对外宣称我是来治病的名医就好了。好。哟，还真是冤家路窄呀！你就是叶凡？林少，他就是一个专门吃女人软饭的废物。之前吃我女儿的软饭，现在又想吃林小姐的软饭。小子，我生平最瞧不起的就是你这种人。你谁呀？本少林宏远，苏小姐的朋友。我管你们是什么关系，别挡我路。我让你走了吗？跪下，给苏小姐磕头道歉。今天有林少在这儿，我看今天谁还能救得了你？怎么，今天准备跟我来硬了是吗？你以为我不敢？你不就是仗着有我妹妹撑腰，在这里胡作非为？我告诉你，今天就算是我妹妹来了，也救不了你。就凭这2只臭鱼烂虾，也敢动我？林少，看来这废物是不想给面子给你啊！我看是他的嘴硬，还是我手里的棍子硬？上！慢着！林宏远，你疯了！这是我林家的客人。我们家的客人多了去了，但绝对不会是这种一无是处的人。还有林清瑶，在外面对我放尊重点，我是你二哥。就是因为你是我二哥，所以我才出面制止你犯下错误。我看你是被他鬼迷心窍了，一个苏家不要的废物，你也捧在手里当个宝啊！你不嫌丢人，我还嫌丢人。那我是不是也可以认为，你也在捡别人不要的垃圾？混账东西！林清瑶，你简直是无法无天！无法无天的人是你。叶先生是我请来给父亲治病的，要是被父亲知道，饶不了你。我看你是铁了心要帮这个小白脸了，我今天就让你知道长辈是怎么当的。来人，给我把他们2个抓起来！我看谁敢对叶先生不敬。你是谁啊？林少办事需要你来指手画脚？住嘴！这是我大哥。什么？大哥，到底怎么回事？谁让你对叶先生不敬的？大哥，这小子来路不明，还勾搭我妹妹，我就想教训他一下。胡闹！叶先生是我邀请过来给父亲治病的贵客，怎么到你嘴里就成了不明之客了？你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大哥？大哥，不是，事情不是这样的。谅你也不敢。他们是谁？他们是我请来的宾客。我们是林少请来的客人。大哥，我记得好像没有宴请苏家吧？今天来的可都是各界名流。是这样吗？是这样。那还不让他们赶紧滚！你，苏小姐，我们先出去吧。好。
尊主，招待不周，请您不要介意。无妨，都是小事。我们先进去吧。哎，走。苏小姐、赵阿姨，真是对不住，今天让你们看笑话了。等会儿啊，我带你们从侧门重新进来。没事，这事儿跟林少爷没关系。这一切都怪叶凡那个废物，要不是他，我们也不至于被赶出来呀。妈，难道我说错了吗？事实不就这样吗？赵阿姨说的对，都怪叶凡那个废物，也不知道那个废物给我大哥和小妹灌了什么迷魂汤，竟然让他们以为他能够治好我爸。林少，今天这个事儿难道就这么算了？我是不服气。苏小姐，这件事情不会就这么算了。等叶凡那个废物给我爸治完了病，我再一并给他算总账。谢谢林少。听说今年有一位神秘的大人物即将登场，也不知道这个大人物是谁啊？能让林家如此看重的人，肯定不简单。听说林家家主身患绝症，难道来的大人物和这件事有关？前元商会陆总管到。居然是陆总管！陆总管背后的人是谁？这不是一皇岳云鹤？竟然是他！据我所知啊，他是出身神秘的神药宗，而且神药宗每一代人间行走，可以说是当之无愧的一皇啊！这下林家家主有救了。陆总管，岳一皇。一皇大人，这次请您来，实在是迫不得已，您快帮我看看我爸到底怎么回事啊！好说好说，有陆总管推荐，老夫自然会出手的啊！怎么了，一皇？我爸还有没有救？不行了，林家主气血亏损严重，即使是老夫也无能为力了。这不可能！叶先生说，只要有岳一皇的百草丹相助，一定能救活我爸。叶先生？谁是叶先生？是我。胡言乱语！你可知道百草丹有多珍贵？而且百草丹主治精气，不补气血，贸然下药是会害死病人的。那是你自己医术不精，不知道百草丹的妙用。把百草丹给我，我能治。你是什么东西？老夫凭什么把百草丹给你啊？岳云鹤，你敢欺师灭祖啊你！看看这是什么？神药宗令。没错。哎呀！宗主大人，后生岳云鹤拜见大人。什么？叶先生居然是神药宗宗主？这怎么可能？这神药宗的宗主不是岳一皇吗？难道这年轻人是上代一皇的后人？其实一皇的位置是世袭的。有可能。当年我传你百草医书，让你替我整顿神药宗，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你还是死性不改啊！望宗主责罚。我今天懒得责罚你，留下百草丹，赶紧滚！啊，是。叶先生，这就是百草丹？没错，这就是百草丹。百草丹提取了上百种药物的精华提炼而成，再加上我的九转还魂针，能让它起死回生。慢着！宏远，你来干什么？大哥，我只是不想看到你犯错。这小子根本就不会医术。什么？不会医术？胡闹！叶先生会不会治病，我不知道吗？滚下去！不行，我不放心把父亲的性命交给这样一个骗子。大家有所不知，这小子就是我身旁苏小姐的前夫。
在苏家游手好闲，一无是处，被苏家扫地出门。我不放心将父亲的生命交给这样一个人，还能有这种事情？不可能吧？刚才一皇大人都说了，叶先生是一皇了。那会不会是看错了？像他这种身份之人，怎么可能是神药宗中人？对呀，又有谁能证明呢？我能证明。林少说的没错，此人是我前夫，我跟他在一起5年，他真的不会医术。苏晴月，我真没想到，你为了攀附权贵，真的是不择手段。叶凡，我是为了你好，我在帮你悬崖勒马。林家家主身份显赫，你惹不起的。为了我好，那当初你妈诬陷我的时候，你怎么没有出来澄清？你好了，叶凡，此等场合，你还是赶紧闭嘴离开吧。大家都听到了吧？要苏小姐证明这小子的确不会医术。胡闹！滚下去！大哥，我不放心把父亲的生命交给这样一个人，万一有个3长2短，反正我不放心。行了，你们别吵了。既然这样，你敢不敢跟我打个赌？打什么赌？你关心你爸爸，这个心情我理解。这样，我就扎3针。如果他3针醒不过来的话，我当着所有人的面给你跪下来，磕头赔礼道歉。叶先生，行，3针就3针。要是3针之后我爸能够醒来，我给你磕头认错。一言为定。9转还魂针。好了，叶先生，我爸能醒过来吗？让他等等吧。装模作样，3针就想把人扎起来，以为自己是华佗在世，也不撒泡尿照着自己。二哥，我本想给你留点面子，现在看来不必了。这是哪里？爸，你醒了！啊，竟然醒了！啊，真的是神医呀！他不是不会医术吗？那之前……青瑶、天恒，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为什么会在这里？爸，是这位神医救了你，他叫叶凡。不必了，大病初愈，坐着吧。等等，刚刚是谁说要跪下来磕3个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爸，刚才二哥阻止叶先生给您治病，还说如果他治不好你，就让叶先生磕头认错。爸，不是这样的，放肆！林宏远，你是巴不得我早点死，还不赶紧跪下给叶先生道歉？是我有眼不识泰山，望叶先生恕罪。滚！还不快走！都是你们害的。叶先生，我的身体还要多久才能康复？为什么我还是感觉胸口有一阵淤堵？其实你这得的不是病，而是被人下了毒。下毒？怎么可能？谁这么大胆，敢给我爸下毒啊？林家戒备森严，谁能悄无声息的给爸的东西里下毒啊？排草丹能弥补病人的气血亏空，1粒下去，再加上我的针法，他应该不会留下任何后遗症。但是我看林家主现在身上气血还在流失，我怀疑是有人下了毒。那该怎么办？一旦被我查到是谁在我爸的东西里下毒，我一定饶不了他。现在只有一个办法，找一味神药帮他洗精伐髓。什么神药？天山雪莲。天山雪莲，我这就让人拿来。不是一般的天山雪莲，要500年份。500年的天山雪莲，我们上哪去找这种药啊？500年的天山雪莲，那可是神药啊，就是有钱都买不到。听说这种神药，就算拿出来1片，也能让人续命几年。看来啊，他老命不保。叶先生，这能不能用其他的药代替，或者说品质差一点的天山雪莲也行啊？这个不行，只有天山雪莲的药性才能消融你体内的毒性。如果年份不够的话，它甚至可能成为毒性的养分，反噬自身。那怎么办？这么短时间去找500年的天山雪莲，这老天把我们往绝路上逼呀！不必着急，我知道哪里有。在哪儿？陆家。天山陆家。好，我这就去陆家求取天山雪莲。就凭你们？是你们？这不是谢家家主谢万林和谢家大少谢明吗？他们2个怎么来了？谢家父子，你俩过来干什么？老家伙，我以为你死了，在这里大办宴席，没想到还活着，真他妈的遗憾呐！老东西，看来那毒药没毒死你啊，是你们下的毒。是，
那又如何呀？你们到底想干什么？我不想干什么，我就想来给你上几炷香。这老东西还没死，真是晦气。就算是你死了，我爸也不会死。伶牙俐齿。我刚才听说你们想要陆家的天山雪莲，是又如何？不好意思，天山雪莲我们谢家也看上了，已经派人去取的路上了。你故意的。是又如何？这以我们谢家的实力，我就不信这陆家会把东西乖乖让给你。你们现在只有2条路可选，一呢就是慢慢的等死，二呢就是败在我们谢家，以我们谢家为尊，兴许我一开心就赏你一片天山雪莲。不可能，我们林家绝不可能做你们谢家的走狗。老东西，你还真是不见棺材不掉泪。等我们拿到了天山雪莲，你就在家等死吧。就凭你们也想拿天山雪莲啊，简直是痴人说梦。小子，你又是谁啊？我是林家的医师啊。一个小小的医师，这里没有你说话的份儿。我劝你闭上你的臭嘴，否则的话惹祸上身。放肆！叶先生的事。是啊，我是一个小小的医师，你居然看不起我的话，要不你跟我赌一把。什么赌？你想怎么赌啊？这样，我如果能拿到天山雪莲的话，你拿100万。狮子大开口。好，我答应你，但是如果你拿不到怎么办？任凭处置。那我就剁掉你的双手。那就要看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了。陆凌，现在立刻把你们陆家的天山雪莲给我带过来。陆凌，乾元商会的总管？没错。陆凌什么身份？你又是什么身份？你还命令上他了？叶先生身份尊贵，别说是陆凌了，就是各大世家家主也不过如此。我还以为是什么大人物呢，原来是找了一个骗子。看来这林家真是要亡喽。无妨，一会儿是真是假，一看便知。哼，这1个小时已经过去了，你还有什么话要说？急什么？你们不是也没拿到天山雪莲吗？明儿，怎么回事？爸，我也不知道啊。怎么，是陆家不卖你们面子啊？哦，到了。叶先生，天山雪莲到了。辛苦了。不可能，天山雪莲这么高贵的东西，陆家怎么可能随随便便给别人？因为我就是陆家的人。陆总管居然是陆家的人，我怎么不记得陆凌是陆家的人？当年我为了追随尊主，为了避免事务缠身，所以将事务交给弟弟打理。区区一株天山雪莲，还真不配我放在眼里。怎么样，愿赌服输？哼，谁知道这天山雪莲是真是假呀？你可真是不见黄河心不死啊！好香啊！果然是神药啊！林家主，闻一下。真是沁人心脾。叶先生，我感觉我胸口的淤堵没有了。你已经好了？真的？好了，谢过叶先生。现在还有何话可说？我认输。明儿，咱们走。等等，谢家主真是贵人多忘事，你是不是忘了什么？什么？100万？哼，就凭你还想从我手中拿去100万？痴心妄想！你今天要是拿不出100万，休想离开这儿。好小子呀，敢敲诈到我们谢家头上来了！给我上！给我上！小心！我的心脏！你对我爸做了什么？我什么都没有做，只是给了他一个小小的教训。要是3天拿不出100万，他就会心绞而死。你住手！100万，我会找人亲自送上门去。走。真是便宜他们了。爸，他们真的会给这100万？不一定。最近谢家势头正猛，我们陆家也备受波及。若不是我出面，这天山雪莲怕是真的会落到谢家手里。听说谢万林有一个女儿，为人霸道，恐怕仗着有他在，不会善罢甘休啊。那人统领天下，族内高手众多，恐怕林家只能认输了。不足为虑。林少，
你这是怎么回事啊？还好意思问我？要不是因为你们，我至于被我爸骂得狗血淋头吗？林少，跟我们也没有关系啊，要怪就怪叶凡那个废物。给我住口！你们一口一个废物，我看你们才是真正的废物。那叶凡不仅身份不凡，还当着所有人的面治好了我爸的绝症，这就是你们口中的废物。林少，我们也不知道这件事儿啊。你不是喜欢情韵吗？咱们先把婚事确定了，然后再收拾那个废物。老公，林少，你打我爸干嘛？就凭老子是二少爷，你们这群有眼无珠的东西，和叶凡离婚也就算了，还把本少爷拉进去，让老子的大庭广众之下丢脸。林少，我们错了，再给我们一次机会。再给你们一次机会，做梦吧！看在你是叶凡前妻的份上，我饶你一命。都给我滚！在伤我心脏那小子就是叶凡，我抓起来！千月，叶凡，你现在很春风得意吗？啊，看看这是什么？你这样对一个女人，你还算是个男人吗？看来我绑你前妻是绑对了。你到底想怎么样？想知道啊？过来吧。尊主，小心有诈。没事，我能应付。小心。叶先生放心，我保护你。青瑶，束手就擒吧，要不然啊，我可保不住他的小命。卑鄙！卑鄙呀！兵者，诡道也，算不上什么卑鄙啦。到底想干什么？待会儿你就知道了。来，走。走。叶凡，你是来看我笑话的吗？现在你满意了？你这女人，我和叶先生落到这般地步，都是拜你所赐。青瑶，叶先生，我又没有说错，要不是为了他，我们怎么会中谢家的奸计？真精彩啊！上演了一出狗咬狗的戏份，是吧？你放了他俩，我随你们处置。放了他们俩，你有什么资格跟我谈条件？老老实实的给我爸把病治好，要不然我现在就整死你。只要治好我的心脏，我就放了他俩，其中一位。两个都得放。我过来！你要敢说一个不字，哼，我就在他这漂亮的脸蛋上面留个签名。我希望你能信守自己的承诺。把针给他。还要多久？好了。你他妈玩我呢！住手！好了，放人吧。我有说过要放人吗？骗我！你他妈找死是吧？啊！住手！哎呦！青瑶，青瑶，找死！住手！林震，你好大的胆子，竟敢私闯我谢家！谢婉林，我劝你最好乖乖的放了叶先生。叶先生一旦有事，就算是老天爷也帮不了你。哼，林震，我承认你有钱，但是跟我们谢家比，门儿都没有。你确定不放了叶先生？老不死的，你现在连自身都难保了，还想救别人？你，爸，
爸，不用跟他们说这些。既然他们想死，那就由他们去吧。我倒要看看今天到底是谁找死！给我杀！不好了，爸，咱们快撤吧。不行，叶先生一旦有事，以后我们林家就全完了。你们林家没有以后！谁？见过陆总管。陆凌，岳有华，这是我们谢家和林家的私事，你们最好不要插手。你与林家的私事的确与我无关，可你错就错在不该对叶先生动手。叶先生是我们乾元商会的创始人，同时也是我们神医宗的宗主。你私自扣押叶先生，该当何罪？他是乾元商会的创始人，神药宗宗主。不可能，他一定是假的。属下来迟，请尊主降罪，如何处置？以属下的建议，就地格杀。我女儿谢宁是斩杀大妖的天仙，你们不能动我。是，你们不能杀我们，要不然谢宁跟你们不死不休。杀！我女儿谢宁会替我们报仇的。走。进来。启禀大人，不好了，您的父亲和您的弟弟都被杀死了，谢家败灭门了。你说的是真的？属下说的句句属实。父亲，弟弟，我谢家是怎么被灭门的？叶家有个叫叶凡的小子，带领了一群人，杀了您的父亲和少爷。叶凡，传我命令，包围叶家。是。青瑶，你回来了。谁？谢宁，你来干什么？我要为我父兄报仇。你们谢家残害我们林家，死有余辜。少废话，告诉我，叶凡在哪儿？谢宁，叶先生是你得罪不起的存在。通知叶凡，10分钟内我要见到他人，见不到人，我就把林家杀个精光。时间到，点火！住手！你就是叶凡？是我。你好大的胆子，竟然敢杀害我的父亲和弟弟！你可知你犯下了滔天大错？我杀便杀了，你能拿我如何？很好，你是第一个敢对我这么说话的人。放心，我不会让你一下就死，我会让你看着你亲爱的人死在你面前。你敢？看我敢不敢！把人给我带上来！谢大人，饶了我吧，我不想死。你不想死？难道我谢家人就想死？这不怪我，都怪他们，都是他们害的。那你就怪他们吧。别怪我，这都是你们自找的。谢宁，你惹怒我了。想杀我？你除了无能狂怒外，你还能做什么？那你就等着吧。如灵，召集所有势力来林家见我，立刻！小子，我不得不佩服你的勇气。到这个时刻，你还在这装模作样。你很快就会知道，你现在惹的是你根本就无法想象的存在。好，我就等你几分钟，我倒要看看你能叫来什么人。不用等，到了。中下见过叶先生。你到底是谁？是你想象不到的存在。刚刚不是说了吗？把他们给我抓起来！你怎么可能命令这么多顶级家族的人？你到底是谁？动你的狗脑子想一想，我姓什么？
你是尹氏龙脉叶家的人。没想到你这脑子还不算笨，猜得蛮快的。不可能，你怎么可能是尹氏龙脉的传人？尹氏龙脉是什么意思？尹氏龙脉叶家是先帝叶天帝的后裔。叶天帝的后人还在世？不仅在世，千年以来还一直影响大事。没想到这叶天帝的后人势力竟然这么大。以后如果你有机会跟随尊主，会更加惊讶于叶家的盘根错节。谢宁，你纵容家人残害他人，现在有谋害于我，你可知罪？知罪？我谢宁不知有什么罪。就算你是尊主又如何？只要我的拳头够大，我就是尊主。真是狂妄！如今我们这么多人到场，难道让你反了天不成？还不跪下拜见尊主，下跪磕头！想让我死，你也配！给我死！大胆，快保护尊主！他们就是守护叶家的独孤氏。不错，独孤一族个个武功高强，随便一人单拎出来，在江湖上都是1顶1的高手。那我就放心了。居然敢暗害尊主！尊主，属下调查到5年前的事情，那些凶手就藏在下毒的高手之中。是吗？千真万确。怎么，现在开始怀疑我了？是又如何？是又如何？还不跪下，给尊主磕头谢罪！跪下！真是可笑，他区区一个叶家少爷，就把你们吓成了这样。陆总管，杀了他！想杀我？你们还不够格！就算叶家很强，只要我的拳头够大，我谢家也能成为尹氏龙脉。敢侮辱叶家，你找死！这是什么武功？如此诡异！叶凡，这武功你应该很熟悉才是。谢宁，果然当年是你偷袭的我！果然当年是你偷袭的我！暗杀尊主，找死！已经猜到了，是我又如何？就算叶家再强盛，叶家也只有叶凡一个人。叶凡死了，叶家不足为惧。你杀了我，仅仅是为了让谢家吞掉叶家？不错，我谢家也是9州顶尖世家，而你们叶家才不过几百人，凭什么在背后操纵天下局势？哼，你太自以为是了。你以为叶家消失了，你们谢家就可以只手遮天了？我只送你2个字：愚蠢！油嘴滑舌！5年前让你侥幸逃脱，今天遇上了，你就别想逃！我说过今天要逃吗？你今天怕是逃不掉了。狂妄！给我死！保护尊主！一群土鸡瓦狗，根本不是本座的对手。今天我看谁还能救得了你！今天我看谁还能救得了你！不要！尊主的实力不会是尊主。你没事吧？怎么可能？5年前你根本不是本座的对手。你也说了是5年前，你以为我5年只是在工地搬砖吗？不可能！你5年的时间根本不可能超过本座。那我们就手下见真章。铁语废话！同样的招式，我不会再中第2次了，还给你！救我！有毒！你罪有应得！救我！我告诉你，背后要杀你的指使人！我
告诉你，背后要杀你的指使人，背后还有指使之人。什么？是谁？是10万毒散，一种能毒死天人级强者的毒药。这种毒只有我叶家有，难道有内鬼？从此以后，中下谢家不复存在，他们家的家产，你们几家瓜分了吧。谢尊主恩赐，我等愿为尊主赴汤蹈火。好，你们就都先散吧。尊主，如今形势瞬息万变，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办？现在内忧外患，我决定回趟叶家，继承家主之位。我陪你一起去。傻孩子，这次真的很危险，你就在家乖乖等我。那你要快点回来，不然我就不等你了。好了，知道了，乖乖的。走。怎么，浩儿，谁让你发这么大火？爸，叶凡回来了。什么？他还活着？活着？爸，你这话什么意思啊？因为5年前我派人暗杀他。什么？爸，你找人暗杀自己族人，这要是被发现，我们可就全完了。哼，谁能发现？这叶家随我所使，而且这么做还不是为了你。那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放心，现在整个叶家以我为尊，那小畜生能不能继承家主之位还不一定呢。可是我担心……这知道你担心什么？现在就去召集各大势力，今晚我就让所有人推举你为叶家少家主。等我突破天人强者，小畜生必死无疑。谢父亲。好了，下去吧。怎么了？尊主，刚刚得到消息，叶家正在举行继承大典。是在为我准备吗？不是，是为叶浩准备的。好你个叶海涛啊！当年答应我父亲要好好管理叶家，现在竟然徇私枉法，想要自己的儿子当尊主。尊主，如果您出面，我相信叶家一定会和您同一战线。这可不一定。我5年未归，说不定叶家现在已经成为他叶海涛的一言堂了。召集各大世家，让他们在叶家等我。恭喜啊，叶少！现在开始，您就是我们叶家的家主。承蒙各位抬爱，你们放心，等我继承家主之位，一定不会辜负大家的期望。今天是距离我大哥离世10年的重要日子，我要从你们年轻一辈中选出一位杰出的年轻人来继承家主之位。待会儿我会把这些年年轻一辈为叶家创造的丰功伟绩都罗列到诸位面前，诸位都看着投票。5年时间，叶家二子叶浩竟为叶家创造1000亿收益！1000亿啊！不用看了，叶家家主的位置非叶浩少爷莫属。我选择叶浩少爷。我也是。看来大家对我儿继承家主之位没有意见。那是当然。叶浩少爷继承叶家家主之位，那是天命所归。既然如此，那就请出先帝官。
浩儿，过来。是。慢着！这不是叶大少爷吗？5年毫无音讯，如今却突然回来，难不成还以为自己有戏？叶凡侄儿，你回来晚了。哼，真是可笑！我身为叶家的直系子孙，怎么选举叶家家主这么重要的事情都没有通知我？侄儿，你说这话可就冤枉阿叔了。你这5年不见音讯，阿叔就是想去找你，也没办法通知你呀。你会不知道我在哪儿吗？就算通知了你又怎样？这5年你碌碌无为，拿什么跟我争夺家主之位？这家主的位置注定是我的。好大的胆子，竟敢损坏王冠！就算你是大少爷，也得受到族规惩处。叶凡，你简直无法无天！无法无天的是你！叶家家主的位置本身就是我的，你凭什么让你儿子坐？放肆！我是按照族规办事。哼，你也配提族规？这5年来，我建立乾元商会，收拢7大世家，成为福布斯第1人。我这还不够有资格成为叶家的家主吗？据说乾元商会不仅在国内拥有数百亿的资产，在国外更是拥有左右一个国家的权势。而且7大世家每一个都有100亿财富。胡说！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乾元商会的执掌人是谁，陆林总管人尽皆知。叶凡，你还有什么话可说？把他赶出去！没错，赶他出去！我看谁敢对尊主不敬！林天恒，没想到你们林家竟然投靠了叶凡，但别忘了，这是叶家。我不管，我现在只认叶先生。好吧，我就让你们见识见识什么是真正的叶家共主。都进来吧！见过尊主。二叔，现在你还有什么话可说？就算这样又如何？你错过了考核时间，不算。对，不算。你这句话的意思，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你在有意偏袒自己的儿子？我说什么就是什么。叶凡，如果你不乐意，可以离开叶家。你说什么就是什么。叶海涛，你这个位置就是我爸给你的，你就这么报答他了？家主之位本来就是我的，你爸只不过是还给了我而已。我懒得与你争辩，你赶紧退下去，让我继承叶家家主。今天的事情也就既往不咎了。做梦！爸，别跟他们说那么多，杀了他！叶家家主的位置还是我们的。好，来人！这是龙禁卫，每一个的实力都在顶尖高手层次。哼，这小子死定了。他不回来还好，回来了就别打算离开了。大胆！叶海涛，你竟然敢对自家族人下手！哼，要怪就怪他不知死活，竟然跟我儿子竞争家主之位。你们真要跟我动手？叶凡，你父亲留给你的龙禁卫早就被我替换干净了，现在他们都是我的人。原来是这样，那我也就不必手下留情了。原来是这样啊，那我也就不必手下留情了。可笑！今天你不仅要死，他们也要死！上！你的实力半步天人，很快就是天人强者了，已经很厉害了。不过你我还是差一远。爸，我们走。站住！要去哪儿啊？你真以为我就这样的实力，杀了你，
整个叶家都是我的。他的实力，莫非他已经成为天人级强者？叶海涛，你谋害族人，罪该万死。如果你现在投降，我还能勉强留你一命。罪该万死，可笑！你能在我手中存活再说吧。爸，给我杀了他！只要杀了他，叶家的一切就都是我们的了。浩儿，你竟然杀了我儿子！世界总算清静了。叶凡，你该死！我就不该让你活着！你就算是天人强者，也不过如此。我会让你生不如死，扒皮抽骨，大卸八块，才能解我心头之恨。五色神光，天人强者，你竟然也是天人强者！我从来没有说过我不是。同为天人又如何？你比不过我的。退，快退！撤！跑！旋风天下，威震八方。这画面，那是天人强者激战，若一方战败，则神形俱灭，永不超生。那我们该怎么办？静观其变。走。没想到武道至高境界竟然是如此。儿子，我来陪你了。赢了，我们赢了！宗主，死叶凡，臭叶凡，都多少年了还不来找人家？爸，你怎么不告诉他真相？我担心他做傻事，现在只希望尊主没事。不要管我。哎，我说了不，叶凡，怎么不想见到我？爸，自从我妹找到这么好的归宿，你的笑容就没停过。能得此龙血，属实是我林家之幸啊！恭喜林家主！哎，女儿，今天商会会长第一次出现，我们要不要准备一份大礼呀？妈，能当上商会会长的人，自然是人中之龙，家财万贯的，也瞧不上咱们准备的一两份礼品。我们过来道声喜就好了。好，走。他们是啊，女儿，为什么他们看我们两个的眼神这么奇怪？不知道啊。叶会长来了，恭喜叶会长！大家都起来吧。叶凡，他竟然是商会会长！啊！天哪！我到底做过了什么？哎呀！叶凡，我现在后悔了，那个位置本来是我的。